再看伫 AI 帶動半導體出口是表現了真優秀，中研院嘛預計講台灣今年的 GDP 會超過10%哦。也毋過人力銀行調查就指出講，資訊科技、金融島國的景氣是真好，也毋過傳統製造佮服務產業算是落家的產業。今年上半年有8成2的上班族攏無加薪，有部分的上班族是開始減菜哦來應付開銷。對空間設計真有想法的郭先生，過去10檔敢若是靠接 case， 一年就會當收90萬。不過最近室內設計需求無遐爾濟，嘛互伊收入變愈來愈少，敢會當去網絡找散工來做，維持生活的開銷。我就同時有兼3份菜，這樣加一加大概有到4萬5。50%是正職，然後50%是韓文跟塔羅。為了加賺寡錢，真濟上班族除了正課，閣會做散工，賺寡外勞啊。啊，毋過中研院上新預估，台灣今年規年的經濟成長率上好會當有10.16%，真濟民眾敢若無啥有感覺，甚至感覺國內畸形經濟現象是愈來愈大。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，畸形經濟爬起來的產業包括資訊科技業、金融島國、保險相關，還有運輸物流。切落去的產業是傳統產業製造、一般服務業，還有做食的。閣較有8成2的上班族，今年頂半年攏無互加薪水。萬一若提加薪水，互拒絕，就有超過一半的人按算要借這個機會換頭路，也是做散工增加收入等等方式來應用。以大學生來說的話，他們就會在系所上面的選擇，就會從大學就開始有一些想要往這個理工方面來前進哦，就是希望說畢業之後就可以前進科技業。人力銀行就表示，最近這幾檔台灣整體經濟表現是真好，啊毋過並不是所有產業職務攏有食到紅。建議講，企業若是無法度用加薪水留人才，會當試講用福利，也是有春秋的工課時間來留人才，避免人才流失的風險。記者綜合報道。